會唔會覺得精神內耗咧係弱者嘅專利啊？呢一期視頻咧會話俾你聽3招善用精神內耗嘅方法。咁如果你啱啱好需要嘅話咧，你一定要睇落去啊！如果將你嘅心理能量俾咗手機嘅電量嘅話，咁你嘅內耗者咧就唔係電量低，而係你嘅後台咧有啲嘢係瘋狂咁樣喺度耗電嘅，係隱形嘅，反覆咁樣糾結啦、自我攻擊等等。就好似手機熄屏後嗰個程序依然喺度運行緊嘅，所以呢個時間咧，你越係唔做事咧，嗰個內耗吞你嘅電量咧就會越多嘅。咁咧，嗰啲可以頂住內耗而完成工作嘅人咧，本質上咧係心理能量足夠強大，只係用錯咗方向嘅啫。高能量咧冇去創造價值，而係用喺攻擊自己身上。點樣破局呢？記住以下3步啦。第一，少諗多啲做，糾結超過30秒就即刻去行動啦，用肢體去帶動大腦。第3就係單程處理，食飯嘅時候就嘗飯嘅味道，行路嘅時候就感受風，令到自己活在當下，冇咧自己嘅腦入邊累積好多嘅任務啊，好焦慮咁樣。第3就係能量轉換方向啦，將折磨自己嗰種力量咧轉化為學啲技能啦，譬如話健身啊，或者自我投資上邊都係好有幫助嘅。你嘅電量咧，本來係可以點亮人生，冇令到佢喺黑暗入邊去耗盡電量。如果你都係呢一種情況咧，冇將自己嘅電量耗盡，歡迎你嚟揾我傾下啦。關注尹老師，你會越嚟越有力量。